Hello，大家好，是孔子的洞，提供给送给大家。曾將你離開了，只有人着較好。你講的話，你的形影，較什麼我知影。你我攏改變真濟，最後彼段時間，心內一切無講的話，寫在一首歌。勇敢放棄，過去伫你的心聲，思念的日子，落雨的暗暝，你怎樣無看見？你講無緣的，無緣的，總來分世人。我講有緣的人，有緣的人才會知你的囝。你講無情的命，無情的人，不如將阮放。我講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哪可後世人？自從你離開了，只有夢中的好。你講的話，你的語調，但是我無知影。你我攏改變真濟，最後彼段時間，心內一切無講的話，寫在一首歌。這首歌會我講起，過去對你的心聲，思念的日子，落雨的暗暝，你怎樣攏無看見？你講無緣的命，無緣的人，總愛分世人。我講有緣的命，有緣的人才會做你的囝。你講無情的命，無情的人，不如將阮放。我講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哪可有後世人？你講無緣的命，無緣的人，總愛分世人。我講有緣的命，有緣的人才會做你的囝。你講無情的命，無情的人，不如將阮放。我講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哪可有後世人？我講真情的命，真情的人，哪有後世人？这个好了，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而且听說你昨天是去夜市，是不是？還是前天？之前嘛，就是因為我看到限動，然後是不是有那個抽娃娃？對。因為我看到蠻多人蠻踴躍，想要你抽那個娃娃，你可以分我一支嗎？沒有，給大家的福利啊，好不好？他剛剛訪問的時候跟你口氣是這樣子嗎？不一樣的態度。他在不該換主持人嗎？講話很官腔啊！被發現了嗎？那我們好，那麼正常官腔版，好不好？好了，沒有，其實呢，看到東東真的很開心，而且呢，我看到他呢，就是那個唱歌的感覺，我覺得你看現場很多那個粉絲，而且聽說剛剛你的有一位粉絲也來參賽，你剛剛有認真聽嗎？有嗎？沒有。哎，他很期待看到你耶。
真的，因為他有來參賽，然後他說他有去你的錄影現場。感謝他。感謝。好可愛哦！哇塞。好啊，其實呢，因為比賽的氛圍，而且我們也見了很多次了，對不對？所以呢，我覺得希望你可以給大家一些比如說我們在練歌的時候應該要怎麼練，這樣。練歌的時候，你有沒有什麼 pebble？ 就是唱得很不舒服的時候就要休息一下。唱得不舒服就要休息一下。你是說唱到快要斷气的時候嗎？就是唱歌來說的話，就是其實還是以最舒服的方式來練習是最好的。你是說坐着站着都可以，就是你舒服的方式。对。所以你覺得他就是我们如果在比賽的時候，真的特別緊張。然後像我們錄影的時候啊，大家知道嗎？我們那個攝影棚蠻大的，然後很多參賽選手都會去那個樓梯間那個練習，對不對？那你在那邊的話會很大聲的唱，因為我聽在你那邊唱。要比賽的時候就會在後面就要很放，不然你上去就會可能沒放好，一般開一般不開就很危險。很緊張，那你現在應該不會那麼緊張了吧？現在還可以，只是冷氣有點強。那個冷气可以幫我關小一點嗎？你知道這是我們這個5間學校以來冷氣最強的一間，所以你可以稍微忍耐一下啦，好不好？對，好啦。但是呢，因為像我们在直播，你在直播的那個朋友們打聲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對，再一句。Hello， 大家好，我是鄺哲。好，謝謝啦，謝謝。好，那我先 Q 一下54號以前的參賽者來到我們面對舞台的左手邊，先來做準備哦。等一下下個階段呢，也是要繼續海選，你給他們一句鼓勵，好不好？除了加油，就是放平心態。放平心態嗎？好，那有沒有想要跟他們講的，就是希望唱你的歌啊，還是支持你之類的，有沒有？就是喜歡聽我唱歌，我就會很感謝。我覺得啦，大家真的如果喜歡東東的話，我們就是追蹤他的 IG， 好不好？然後粉絲團幫他按個讚，而且他的歌聲真的是非常的棒。好，那我們要繼續來欣賞我們東東的歌聲。來，接下來要帶來什麼歌曲呢？這首歌是我前哨戰的時候唱的一首歌，叫《我是一隻小小鳥》。我覺得你每一站都是，真的都是很艱難的。你有沒有自己覺得？前期的時候會覺得很煎熬了，可能後期就比較順其自然，習慣了就對了。對，就是能有一首歌的機會就是展現嘛，對不對？好啊，那加油，好不好？來，大家呢，我們再一次用掌聲來歡迎我們的東東。覺得自己像一隻小小鳥，想要飛，卻怎樣也飛不高。那是不健康，愛不由地點，所以我把頭推掉。從一家的天會見誰的名字，有條尋不到。大概到了三一光，也許聽我從心。也許像一塊就是一個大波光飄飄，離開人走一掛，愛做回答，如果再有千秋奇蹟的表演，陽光如此大，我是一隻家族。我是一隻勇敢的國家。
吉他，當天的海景做伙看吉他。我是一隻小小小小鳥，想要飛呀飛，卻飛也飛不開。我是屬於你，是你的溫暖和懷抱，這樣的愛情算不算太好？這樣的愛情。当真收看哦，大家拜拜嘍！禮拜天一起來看哦。那各位參賽者，等一下記得報上你的號碼。